間屋終於安靜了，一顆心先開始動搖。自細肯聽教，笑容何其重要，容讓是禮貌，道歉不可缺少。累了，一盞燈只好熄滅了，一粒星顯得更寂寥。難道我寧願他人好，最後連想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得多麼少。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是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退。能耐耗直到幾多歲？留住笑面，結果將裡面粉碎。有一種感覺更空虛，來到這種感覺太唏噓。仍能如孩子笑着睡，能量已盡，毫不反對，期望有